国民党立委王凤仪早起召开记者会，指控侨委会自巴西圣保罗的侨教中心内面，一位姓欧的查甫副主任和姓张的主任性骚扰。不过，这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说是要求袂当公开，背书是要吃案共款。针对着这款的指控，徐家清早起也把事件讲出来，强调家己有公平处理，甚至讲到别人若准故意要甲白白布染甲乌，伊也无法度。 国民党立委王凤仪早起召开记者会，佮放出当事人录影，指控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性骚扰案。侨委会驻巴西圣保罗侨教中心姓欧女副主任遭到姓张主任的性骚扰，甚至有爱生分，有袂伊是中国间谍等离谱的代志。不过徐家清受理这个案的时表示，袂当讲出去。我以为徐家清会好好处理。 所以依照他的要求，继续隐忍了3个月。没想到最后徐家清选择成为加害人的共犯，警告我不能声张这个案子，否则就要追究我的责任。徐家清，你是惯犯吗？你是吃案的惯犯吗？自己侨委会的女性同仁都没有办法保护，你当什么委员长？王凤仪批评。 这个代志两方面明确属于上下关系，最后也只有调职，根本都无依照性平案件来处理。徐家清强调，家己秉持无冤枉、无放松的原则来处理这个案，防指控者这个月底都会搁调倒转来，唔知影为安怎，今嘛会有这款的指控，也否定有事也袂公法。 我没有警告他不可声张，而是说这个案件如果他要正式提出申诉之前，我们都必须要以保护当事人为原则。这个案子不应该在侨界里面各自声张、互相放话。因此，我对2位当事人都是提出同样的警告。那如果他要做恶意的解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 徐家清进一步的说明，顶礼拜王凤仪来调相关的资料的时，侨委会也有再度询问当事人，敢是要立案调查，不过当事人拢一头无回。徐家清表示会接受指教，不过对无发生的代志，请外界严加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